南新区举办二等杯中青义地竞赛的活动，由社区的青年志工带着阿公阿嬷参加比赛。这个老啊甲少年的做伙来同乐，大家拢算甲真欢喜。台南新区社内社区带阿公阿嬷参加斗钱、有耍保龄球的趣味竞赛。生迄落尔。车钱吼，对啦。啊，都牵保龄球。对啦。啊，你下几支入去2支。呀。就是我最后掌握到那个重心啊，就是看准用力这样。带社区时代来耍趣味活动，会当活动经过，阁会当延长时代失智和失灵的速度。一个同乐以外呢，阁会当呢，大家互相联络一个感情啊，这是咱最主要啊，今日办这活动啊，一个意疗服务的活动啊，它可以手眼协调，以及增进它的平衡感跟下肢的肌力。在耍游戏的过程当中，陪伴社区的时代，互因会当健康快乐过每一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